别管，先擦一下吧，不要感冒了。需要换衣服给你吗？没关系，那我去帮你煮一点热的。嗯。你怎么了？烫太烫了。那我帮你换一个。没关系，现在这样很好。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吸血鬼不吃辣吗？因为它是不辣的。这好像没那么好笑。你是我们学校的吗？我是2年5班的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徐启章。蛮好吃的。好吃就好，多吃一点。你们家这边怎么都叫不到车？我载你啊。可是我没有坐过机车哎。放心啦，我技术很好。嗯。我帮你扣。这样会不会太紧？今天都还没机会跟你说生日快乐。等我一下。
你看那个阿北，速度都比我们快了啦。我会紧张啊。除了我妈，其他人都没在顾。哦，还行啊。我觉得你骑的挺好的啊。哎，等下怎么走啊？前面右转。啊？前面路口右转。有没有怎样？你没事吧？干嘛？对啊。怎样？你的眼镜。你终于笑了。真的很好笑啊！没想到今天这么狼狈，居然是跟你。现在几点？怎么了 ？Not again。怎么了啦？我还有很多东西没念。生日连休息放松的时间都不行哦。没办法啦，哪有时间放松？我不能让我爸妈失望，尤其是我爸。如果能就这样赖着，该有多好。叶广哎，真的是他哎！叶广啊，你怎么会来啊？我来找徐启章同学。徐启章吗？他不在。那有什么我可以帮你转达的吗？不用了，谢谢你。叶广，谢谢。哎，同学，哎，这个花是不是要交给那个陈老师吗？对，那个老师请你去办公室找他，他找我吗？很急哦。好。在这边啊！哎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有没有怎样？没关系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我的话。哎，陈俊威，老师说什么啊？等一下啊。陈俊威。哎，叶广，徐章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刚沾到了。你等下不是还有事吗？来。走，你去前面换。好，谢谢。怎么办？完蛋了啦！我等一下还要去接待外宾呢。这么大片。好了，你快去吧。可是我很紧张哎。不要紧张，就像上一次你带外国学校那样子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好。哎，你红茶小天使又来了。
就算没那么完美，也值得一直往前。真羡慕你，有自己的小天使。你一定也会有的啦。你事情真的很多哎，而且都应付得来。而且你爸要给你一个新任务，你真正的应付得过来吗？有计划就没问题喽。好，好了，不聊这个了，我们现在整理资料吧。好啊。为什么我感觉瑞最近都在强颜欢笑啊？需要先帮你点餐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好，那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。谢谢。待会去帮你冰敷。好啊。欢迎光临。你来了。啊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还好吧？不是来了吗？这是我们菜单，需要帮你介绍吗？不用，谢谢。是。好。你有发现我哪里不一样？哪里？口红，自己送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你看我都穿成这样了，不是说带我去吃意大利餐厅吗？怎么又来这里啊？这也很好啊，那也太贵了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餐点你都点得起喽？可以啊，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，我不饿。好，那我点一个这个跟这个，还有这个跟这个。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当然，还要点个这个。啊？不好意思。Hello。我点餐。你要骗我！我没有骗你。你为什么要跟这个死高中生约会？我骗你。那你现在就叫他滚！快走！我拜托你，快点走！不要再纠缠我了。干嘛啦？哪位啊？这里店里的怎样？怎么样？所以呢？知道他怎样了吗？妈的，死渣男！你再不滚就叫警卫来啊！笑啊！来呀！笑啊！笑。哎，下去事啊！喂，等一下啦！喂，寄放蛋糕忘了拿了。先买点了，不要再吃了啦！你不要管那么多好不好啊？就叫你不要再吃了，为了他不值得。他不管什么值不值得。
我要去拆他的车，能跟我去吗？